各位亲爱的大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会当代表着总会客家宣道委员会会当来到遮来大家来请安。真欢喜会当看见着大家伫空中来相会。今日所要来讲道的题目是建立伫美好的微分。咱知影咱台湾有真侪真优秀的青年人，特别有一位叫做沈心林。咱若是用台语、华语安尼讲是沈心林，咱来看迄个意思吼，审查家己的心灵。伫遮内底看见着，即个查某囡仔，伊1989年来出世，伊是婚姻观一个真崇强的家庭来出世，总是伊的心中有一个愿望，就是会当来贡献伫即个社会，所以真拍拼来读册。伊摕到台大商研所的博士班，也伫美国哈佛大学的商学院底下来读册。所以咱来看见着讲，这个沈心林，伊伫遐内底伊真尽力伫做伊的家己本身的读册的功课的时阵，同时伊嘛是伫公益的部分，伊嘛是真出力。伊11岁就投身公益，伫17年、19年来安尼，伊就已经来支出了800多万的遮个钱。伊也得到总统的创新奖，第2遍的总统教育的奖，10大杰出青年。所以咱看见就讲，伊伫遮内底得到真侪的奖赏。伫商业周刊以这个平台内底，伊也摕到敢若是台湾版的诺贝尔的和平奖。时代周刊也讲到讲，伊是天堂掉落凡间的天使，所以咱来看见到，伊是一个真无简单的查某囡仔。伊是安怎无简单呢？伊就是11岁的时阵，伊就建立台湾农产品的网络的销售平台。12岁也建立安安免费教学网站。我想有足侪的囡仔嘛，伫遮内底得到真侪的帮助，特别是伫真庄卡的所在。13岁的时阵，也建立了草根台湾的脸谱。所以咱看见就讲，伊伫遮内底，伊的能力，伊对伫别人的欠缺的内底，伊看到家己的责任，伊也对伫边仔内底来帮助着遮个人。虽然伊毋是真富有，毋过伊爱台湾，疼惜这个台湾，这个土地的所有。所以扩大伊本身的眼界到伫全世界，一个人会当影响伫整个的台湾。当然，咱也对伫今仔日的圣经节，咱也会当来看见到今仔日的主角摩底改，伊是一个真特别的犹太人，是安怎特别的？当别人有当时因为外口面的压力。有当时会影响伫本身的一款的坚持的信仰，总是这个摩底改，伊本身就毋是安尼，伊无遇到哈曼宰相的恐吓，就是无爱来拜跪着哈曼宰相。这个哈曼宰相就是迄个波斯帝国，这个亚哈随鲁王的一个宰相，伊得到亚哈随鲁王真大的看重，所以国王也命令着所有的人，若见到哈曼宰相的时阵，就要向伊来跪拜。当这个压力临到伫摩底改的时阵，摩底改伊伫遐内底伊坚持，伊讲我的骹头夫毋是向人来跪拜，我骹头夫只向着上帝来跪拜。所以伊的坚持也相时来引来着。杀机灭族的杀机，伫这个灭族的杀机内底，临到伫伊的时阵，伊相时嘛毋知影要安怎来办，总是上帝神感动。伊讲安尼，我要来找我的查某囝，查某囝嘛拄好来得到皇帝的看重，真做是新的封号艺术贴。所以，伊找个查某囝来斗相共的时阵，这个
查某囝艺术贴接受到这个任务，伊足惊吓，伊足惊吓。亲爱兄弟，当你若面对着这款的压力、这款的挑战的时阵，你会惊无？你要惊什么？咱来看艺术贴伊所惊的是什么？我第解就托人甲伊安尼警告，讲你毋通小伤，叫做讲你伫王宫内底。就比其他的犹太人更较安全。你伫安尼时阵，你若无讲话，犹太人自然会对别位来得到救赎，你甲你的家族会得到灭亡。谁知影？我的确，你受安排做王后，就是为着这个时阵。亲爱的，咱来看见着这个时阵。艺术贴，伊要安怎来面对着伊的养父？我第解会对着伊的迄款的警告，对着伊一款的托付。所以艺术贴，伊经过了一个时间的安静思考、祈祷的时阵，伊最后下了一个决定，就是讲你去。调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叫因为着我来禁食祈祷。3天3暝，无食无啉，我甲我的宫女也要照安尼做，然后我就去见王啦。虽然安尼是违法的，我犹原要去。若是我安尼做，虽然死，我嘛甘愿。亲爱的，咱来看见着这款，将伊的性命已经在交托的时阵，迄款的豪情壮志，讲死就死吧，死就死吧。当咱来看见这个真艰难、危险的任务的时阵，当主甲真重要的任务来交托给你的时阵，你要安怎来看？若是咱家己来想。可能咱头一个会亲像安怎，要拒绝接受，嫌麻烦，可能就安怎边仔就选去。无就是安怎讲无下胃口，我无兴趣。相信有足侪人，伊拢是只有对着伊家己所兴趣的代志，伊就是安怎伫遮来敢有讲这无下我胃口啦，安尼我无兴趣，就离开啊。还有呢，还有一款，就是伫遮内底。惊死、惊鬼、惊担当，咱7月份遮拄仔经过，我想咱看见着社会有真侪人，嘛是真惊死，嘛是真惊鬼。惊死、惊鬼、惊担当，定定是咱人一个款的挑战。还有一款，就是亲像咱，亲像迄个艺术贴同款，认同，伊认同伊家己本身是犹太民族，伊认同伊家己本身嘛是要受造灭的一个对象，所以伊就违心落去讲死就死吧。第二项艺术贴所做的就是讲主权的一个交托，这个主权的交托真重要。亲爱的，你有将你整个的生命、你整个的生活，拢主权交托伫上帝面前无？是只有礼拜六、礼拜的时阵，才有将这个主权交托给上帝，讲主啊，我将今仔日我所有一切拢交托给你。总是一个离开礼拜堂的时阵，就变款啊，无共款啊，你变做是世俗化，变做是和外口面人无各样，拢共款。所以主权交托真重要。这个主权交托会当看见到艺术贴，伊用禁食、祈祷，伊来表现这款对上帝的一个委托。第三项就是专力，就这样做专力就安尼做吧。我想，当咱若将咱整个的生命，当咱整个的财产，当咱整个的前途拢交托上帝的时阵，
有人看咱真戆，总是咱家己拢知影，安尼毋才是叫做智慧的选择。智慧的选择，亲爱的姊，咱伫咱生命中，咱时常会去面对着真侪的挑战，就亲像我本身嘛是安尼。我本来是牧会伫台中中会的南投区的中兴新村的中兴教会。伫遮内底，因为咱总会总干事新任的总干事对伫我的一款的看重互我会当来争做是客选的干事的时阵，当然伫这过程中，我嘛真丢毒，因为我生活的迄个环境，中兴新村是一个环境真好的一个所在伫遐内底。当然，所牧会的对象真大部分拢是公务人员，总是伫遐内底，整个的生活拢真平顺的时阵，当你接受到这款的征召的时阵，我的好朋友就甲我提醒讲：大顺啊，大顺牧师啊，你毋是欠客家的一份情吗？所以当我咧接受到这款挑战的时阵，我就我就在思考，讲上帝，真正是你呼召我要来做客选干事的这款工作吗？若是要做这个工作的时阵，我就必须要将南投中兴新村这整个教会的事务拢放下。也伫遮内底，我就必须要前往到伫台北，伫总会伫遮来服侍。主啊，若是你的感动，互我会当来看见。当我伫遮内底做祈祷、做思考的时阵，上帝的意念就哪来哪显明，互我来看见到应该是我爱来台北。伫遮来服侍的时阵，所以伫这个整个的过程中，有惊吓，有紧张，因为台北毋是我真熟悉的所在，所以伫遮我也是通过伫祈祷，就亲像当时我要读神学院的时阵，主来祈祷共款，讲主啊，我将我的主权交托互你，我将我的前途交托互你。是你来带领着我行这条道路。以前我要读神学院之前，我是一个食品加工毕业的一个人，伫社会咧工作已经有6档。总是伫这过程中，也看见着讲，若是我一直咧从事着这款社会工作的时阵，可能感觉生活中较无意义。迄款的感动，边仔嘛足侪人咧甲我讲，应该考神学院啊。所以我就含主咧下一个员工主啊，安尼我幸福伫你对伫我的呼召。我伫遮内底，我就去考神学院。毋过，含上帝讲条件，毋过我只有考一遍拿掉，若考无掉，安尼我就要继续来工作，要继续往着。我所设定的另外一个目标来迈进。我想上帝感动，并毋是凊彩，上帝感动嘛有伫遐内底有伊的安排。所以当神学院的老师咧甲我问的时阵，讲大顺同学，当你来考神学院的时阵，你有相信这是上帝对你的呼召？敢有？我就回应讲有，因为自我青年的时阵。当我伫客家这个营地客家内部教会的时阵，我就伫遐真服侍。伫遐内底嘛有心中有主来讲，以后我大汉了后，是要互主你来使用。总是心中犹原嘛有即款社会一直想要趁大钱的迄款的思考。
总是伫少年时阵，就还未趁大钱，就要接受上帝呼召。我想上帝较慢的，总是上帝呼召，时常是出人意外。伫我上届无钱的时阵，上帝就甲我呼召。我就讲上帝，我靠着是哪样？那安尼我的生活，我的学费，你爱来安怎负责哦？所以当教授第二个问题，甲我问的是讲，大顺同学，若是你第二遍考无，不，若是这遍你考无掉的时阵，明年你敢会来考？我就含伊讲，袂啦，教授，我袂来考啊。我含上帝讲，我只有考一遍那定。我叫做讲，我应该是无录取。总是当我转去的时阵，发现到，无偌久我就接受到一个通知，就讲我已经录取，要来读台南新学院。我真感谢上帝对我的安排。当我伫读新学院的时阵，当我伫真丢度讲我的钱财要对倒位来，真做是我的帮赞的时阵，上帝拢呼召人来真做是我的帮赞。特别伫客家宣道委员会底下底对伫我的帮赞。迄当阵知影我是客人，我会当申请客家的奖学金的时阵，安尼我的学费整个就伫遮内底来补助。伫学校内底阁有实习、教会实习，会当真做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帮赞。所以伫读新学的时阵，上帝我看见着讲，我无欠亏，上帝一切拢陪伴，耶和华以乐。所以，亲爱的当上帝咧呼召我要来真做客家干事的时阵，我嘛一直心中有一个反省，讲当年我所欠福音的祭物，所欠客家的一款的感动，就是安尼走出来。所以我嘛决定就来真做是客家的干事。今日真欢喜会当伫遮内底来相连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来请安。我想主所交托的，就是为着正为着这个时间，就亲像提多书第1章第3节所讲的，伫时机成熟的时阵，就照着信息的宣扬显明出来。我受了付托，奉上帝咱救主的命令来负起传扬这信息的任务。我想咱人的人生，咱拢有真多咱爱去面对挑战的时阵。以弗所书第5章第10节讲，爱来分别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代志。咱定定爱做主所欢喜的代志。伫腓立比书第3章14节讲着讲，我按照目标来跑走，是为着要得到主的奖赏。这个奖赏是属天的新生命，是上帝照着耶稣基督来呼召我去领受的。所以，亲爱的当咱的生命中，若是面对着一寡挑战的时阵，可能是你人生的一个岔路的时阵，你要安怎来做嘛？以色列面对着伊人生的上斜路的时阵，伊拜托所有的犹太人，为着伊来敬拜祈祷，伊讲连我甲我的思路，我家己本身嘛是要安尼做，3天3暝。拢无要食，伊要来做这款的决定的时阵，就是要挖可主的溃烂。就亲像艺术帖所讲的，我若是面对着死亡的挑战的时阵，那要死就死吧。也亲像耶稣共款。当伊要来到这世间，伊要宣扬福音的时阵，伊敢会毋知影，伊最后要来定十字架吗？总是伊伫遐在游玩，面对着伊头前的任务，伊要将伊整个的任务拢该交托完全，要得到上帝所欢喜的。所以，亲爱的伫咱的生命中，咱对伫咱的信仰，咱有一款的把握，咱就要有一款视死如归的精神。咱爱个来挖克的主，毋是单单来看社会上咱所挖克物件，比如讲钱财，比如讲健康。咱现就是面对着疫情的部分的时阵，咱嘛是爱来思考。当咱人若吸到这款的 COVID-19 的时阵，咱真正你较好呀，嘛同款的死啊，毋是吗？所以
咱伫遮内底，咱所爱挖掘到底是甚物呢？咱对伫咱的未来，咱敢有把握咧？所以，咱既然真做是上帝所呼召、上帝所欢喜的人的时阵，那呢，咱就爱将上帝所交托予咱的职务，就做伙来打起来吧。上帝在欢喜你，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感谢，互阮会当伫阮的人生中来看见着主你对伫阮的呼召，阮来看见着主你对伫阮的疼惜，你伫阮的四周围咧安排着天使，真做是阮的保护。主感谢你，互阮的人生虽然有当时，并毋是每一个人行到真通顺，总是当咱的尾站的时阵，阮拢会看见着主你真美好的一个安排。互咱当欣赏到主你对伫阮人生中的一款的祝福，主感谢你，互阮领受到对伫阮的位分，会当来尽力，互阮会当来尽阮跑走的性命来献上，互主你来欣赏。主感谢你，愿主你祝福带领，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阿门。